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徵收對等關稅，雖然特朗普一再表示有信心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不過中國態度強硬，就令外界憂慮中美雙方仲有冇可能有計傾。有外國傳媒就引述知情人士指，中國希望喺重啟貿易談判之前，美方需要滿足中方嘅3個條件。首先係特朗普政府需要展現更多嘅尊重以及立場一致性。雖然特朗普喺公開談話中對習近平語氣較為溫和，但係美國副總統曼斯日前以鄉巴佬一詞形容中國人，激起中方強烈不滿。外交部更罕見公開批評曼斯嘅言論無知又無禮。另外，中國希望美方願意針對制裁同台灣問題進行實質討論。當中美方近日擴大對中國嘅科技禁令，禁止輝達對中國銷售先進晶片，就被中方視為美國打壓及制裁嘅行徑。消息人士亦都指出，中方理解特朗普可能希望親自領導協商，佢哋都會覺得係特朗普對磋商嘅重視，但係北京傾向最有效率嘅方式係由雙方元首親自授權嘅官員主導談判，以確保後續能夠順利促成一場具有實質成果嘅峰會。